我嘅方望嘅咧，嗱，雖然今日天氣唔係好靚，陰陰地嘅天吓，但係我相信呢一個景一定啱你哋心水啊！嗰度就係人工島啦，你有冇估錯？呢度樓下就係珠海嘅情侶路啊！今期咧繼續帶你哋去睇情侶路嘅豪宅專梯入戶啊！嗱，專屬電梯呢邊就係你嘅餐廳位置啦，可以擺張6到8人嘅餐台啦。餐廳咧呢邊嘅景望出去係山景以及遠方嘅海景啊。咁啊呢邊咧就係你嘅廚房位置啦。廚房呢度仲有個小露台嘅空間。個客廳咧開間咧係5米嘅開間噶。咁我哋而家去睇翻休息區啦。休息區呢邊咧係做咗3間房嘅設計嘅。嗱，呢邊就係你嘅兒童房啦。兒童房都係可以望到海景嘅。咁啊呢邊咧就係你一個公共嘅衛生間啦。呢度就係你嘅長輩房啦。長輩房都係望山景同埋海景，以及帶埋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最後尾嚟睇翻你嘅主人房啊！主人房空間超大，有成6.3米嘅空間，超大嘅主人房。當然啦，主人房都係望晒成個海景嘅。如果你手頭上有150個，不妨考慮下呢一個位於珠海情侶路上邊嘅一線無敵海景豪宅單位啦。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仔下評論區留言，帶你過嚟睇樓。